今日當我禱告神嘅時候，諗起一個故事，係神嘅靈用呢個故事嚟鼓勵我哋要勇敢，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，乃是剛強、仁愛、謹守嘅心。就係岳飛戰勝金人嘅故事。當時金人最犀利嘅就係拐子馬，有幾隻戰馬拉住一架戰車，而岳飛嘅軍隊並冇呢啲嘢。咁岳飛係點樣戰勝拐子馬呢？岳飛就係叫佢嘅軍人蹲喺地上，然後用盾牌擋住拐子馬嗰啲士兵所射嚟嘅箭。但係當拐子馬接近我哋嘅時候，接近嗰啲軍人嘅時候，佢哋就拋開個盾牌，然後拿起斬馬刀，就係一把好鋒利、好犀利嘅刀，然後不怕死亡。當拐子馬衝向佢哋嘅時候，佢哋就用斬馬刀用力斬馬腳，結果一個士兵可能要死，可能要傷，可能因此就折損，但係就用一個士兵啫，就將呢一個幾匹馬連戰車上面嘅人完全擊潰，完全打敗。呢個就係拐子馬嘅故事。呢個同普通嘅人性係相反嘅。當我哋見到大敵衝過嚟，普通嘅人可能就會因此就逃跑，咁就正中敵人嘅詭計啦。敵人就喺我哋嘅背脊射箭射死我哋，或者用拐子馬衝過嚟踐踏踩死我哋。但係如果我哋勇敢，不怕死亡，不怕受損，而好似岳飛教佢嘅軍人蹲喺地上，用斬馬刀斬拐子馬嘅馬腳，就一個士兵折損整隻戰車戰馬。大家要勇敢，弟兄們，喺末世我哋要勇敢，就好似神勸勉我哋，在患難之日若膽怯，我們的力量就微小。願弟兄姊妹都靠住主剛強，靠住主壯膽，靠住主有謹守嘅心，喺呢個末世為咗見證神嘅道，為咗見證神而不怕死亡，不怕受害，不怕苦難，直至到我哋行完我哋喺地上嘅路程，直到天國得享永生，得享神嘅一切恩澤。阿門。